最近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望讲国中、高中上课的时间会当改做早起10点到下晡4点哦。无到一礼拜，就有超过上万人来联署。也毋过家长团体是真烦恼，讲教学进度恐惊会受到影响。教育部是表示讲，伫11月14进前，因会有正式回应。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希望将各高中生的上课时间延到早起10点，未结束台湾学生的早起恶棒。即嘛已经通过条件，甚至超过万人联署。不过，都考到大学的学长学者认为，敢若无好。以大学生来说，越晚上课越懒，可能会教不完，就可能10点上课就会少1、2节。之前国高中都是几点去学校？大概都7点50左右。如果去学校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也学不太到什么东西。提案人讲，即马早起8点到下昼4点的上课时间，互学生一直拢伫咧慢性困眠不足的状态，增加忧郁、自我伤害风险。建议将所有非必要的多元课程拢提掉，改善学生的困眠品质，学习效率会更加好。各高中生已经会让家己上下课，上课时间无需要搁再配合家长的上下班。家长团体是认为理想甲现实也是有差。上课的时数突然减少这么多，这恐怕第一个就是教育部要很伤脑筋的事情。那为什么非是10点，不是11点呢？好，就是到底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再来，国高中、国中有很多他上学的交通方式还是由父母亲顺道这个送去学校的也蛮多的。那到底要怎么跟爸妈的时间做配合？其实2017年就有人提出建议，将高中小学上课时间改至9点到下晝3点。成案了后，教育部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想要即拿调整各中的早自习加第8节课，互学生家己决定是不是要参加。现在在多元入学的情况之下，孩子们是不是真的觉得现在的教育改革还不够贴近所谓的放松，然后让他们压力变得更小？那我非常乐见这个倡议人或是相关倡议团体，他们跟教育部的沟通可以有很多开放的可能性。教育部讲，这个提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权责，会继续研究，将规定伫11月14进前做出具体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